9月17日，星期二，陰。昨天上午，老師告訴大家卡羅納的媽媽去世了。今天她會來上課，老師要我們親切而莊重地對她表示慰問，誰都不許在她面前放聲大笑。今天早晨，可憐的卡羅納來到學校，她面容灰白，眼睛哭得紅了，腳步也有些不穩，看上去就像大病了一場似的。我心裏不由得泛起一陣同情和憐憫。卡羅納一走進教室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他一定是想起了往日的情景。那時候，他的媽媽幾乎每天都來接他放學。要考試了，媽媽總是俯下身來向他千叮嚀萬囑咐。老師把卡羅納拉到自己身邊，對他說：孩子，想哭就哭吧，可是你要堅強起來。雖然你的媽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，但她依然愛着你，她還生活在你身邊。老師說完，把卡羅納帶到我旁邊的座位上坐好。他翻開書，看到一幅媽媽拉着兒子的插圖，又忍不住哭了出來。他把頭埋進胳膊裏，不想讓別人看見。老師暗示大家暫時別去安慰他，然後就開始給我們上課。我很想跟他說幾句話，但不知說什麼才好，只好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在他耳邊說：卡羅納，別哭了。他什麼也沒說，也沒有抬起頭來，只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。